台湾这个少子化的现象是，互学校的招生愈来愈困难啊。尤其咧，大家是普遍拢想要来读高中，所以这10档以来，读高职的学生是减少要20万人，甲高中生减少6万人相比，这相差是超过3倍遐尔济。新北市即马就来举办研讨会，来提供未来技职教育一寡思考。随风高岗的学生咧学安怎清洁电器，到时代出来服务。英国高职的学生对文书工作者到庙内底记录。新北市教育局媒合大民团甲高职合作，为在地出发，互学生发挥所学到的物件。可以到我们的在地三峡去做一些庙宇的一些祭祀，我想对学生的一些实务经验是非常好的一个体验，让学生就觉得说他所学的是真正能够用，而且可以帮助我们社会，让他自己觉得他有一技之长。今年的工作营对家技术甲生活结合做伙，帮助高职学生提升对读册甲未来的信心。不过，前教育部长杨朝雄去参加技职影响教育未来的国际研讨会，第一时伊就咧怨叹，讲技职教育要是做了无好，无受到重视。这里缺工，那里缺人，技职教育不彰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小组化冲击就校的人数，101到110学年度，高职学生减少要20万人，高中生敢若减少6万人，差超过3倍。杨朝雄指出，欠工的危机会愈来愈严重。我们大概这几年，我们开始导向所谓的这个数位转型，那慢慢把这些人才从所谓的一些基础的操作人员，转型成让他变成是未来是可以一个我们叫数位化或智慧化的一个人才。安怎为学校方甲企业方改善，省官校甲家长团体大约600人，透过论坛甲24个现场实务分享，希望提出对策，避免未来拢找袂到人，企业无人才通用。记者综合报道。